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上帝恩典，互咱会当做伙来敬拜上帝。在讲道之前，咱做伙来祈祷。听完的主上帝，阮要感谢你，拣选阮加做你的家儿，互阮会当来敬拜你。谢谢上帝，阮欢迎你来进入阮每一个人的心内，互阮讲的甲听的，拢会当领受你的帮助。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伫人生的旅程中，咱是毋是也捌拄过以下的状况？当咱面对重大的决定，或者是陷落伫困境的时，总是感觉上帝带领，好亲像甲咱心中所期待、所望的差真远；或者是当咱为着一件代志迫切祈祷久久，却无得到咱所期待的答案；搁或者是咱非常努力追求某一个目标，也是理想，却受到侪失败甲阻挡。这个时阵，咱的内心可能会产生犹豫：为什么上帝互我拄着遮尔侪困难？为什么上帝带领无亲像我所期待、所望的遐尔顺利？为什么我的道路会遮尔曲折艰难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啊？今仔日圣经出埃及记，今仔圣经出埃及记13章17节到22节，互咱看到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旅程。毋那只是一段表面上、地理上的牵线，伊搁较是一条学习顺服上帝带领的信心旅程。同款，伫咱的人生旅程中，也往往充满着挑战甲无确定性。通过今仔日圣经，互咱对三个角度来思考上帝带领，以及咱要安怎来回应上帝带领。真实来经验上帝奇妙的作为。咱大先来看，第一，上帝带领超越人的计划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伫生活中爱完全顺服上帝带领甲安排，的确是一件无容易的代志。今仔日的圣经甲咱讲，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情景。即群以色列百姓因拄啊才离开埃及做奴隶的身份，即摆要前往上帝所应允的迦南地。现在上帝要教导因的第一个功课，就是顺服上帝带领。伫今仔日的圣经提醒咱，上帝带领往往超越咱人的计划，上帝智慧也超越咱的理解。因为上帝对咱的了解甲听，伊会替咱安排上适合的道路。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，出埃及记13章17节后前半段讲，上帝无带因行非利士海边迄条近的路。各位，为什么上帝无爱带因行捷径？行近的路呢？其实，这条近的路是地中海沿岸的道路，只需要10几天，因就会当进入到迦南地。总是圣经记载，上帝却安排因西远的路进入旷野，行一条艰难搁真长的路。圣经清楚甲咱讲，17节后半段有讲，行了我的子民拄着战事就后悔，搁要倒转去埃及。是啊，上帝知影以色列人因将脱离做奴隶的身份，因的信心也未受到坚固。这个时阵，若真正甲非利士人相战，因可能会惊吓，会后悔。
甚至想要行回头路，返去埃及。所以上帝为了要保护因，选择一条看起来亲像是西远的路，却是安全的路。兄弟姊妹，这提醒咱，上帝带领并毋是根据咱人的期待，上帝带领是根据上帝的智慧以及伊对咱人的了解。伊知影咱的软弱，也阁有咱还未备办好的所在。上帝带领往往无亲像咱所期待的，是直线的捷径。反正上帝带领常常是一条迂回绕道远的路。这条西远的路可能充满着挑战，但是就这的挑战的中间，上帝锻炼了咱的信心，起造了咱的生命的品格。圣经甲咱讲，以色列人伫旷野中经历了上帝同在，上帝用风条、火条引带因来行头前的路。伫因摇学的时，降落吗哪；伫因喙焦的时，互石盘出水。这信仰基础，互以色列人体会到，上帝是因的供应者甲保护者。这段旷野的旅程，毋但互以色列人明白上帝信息，也互因会晓倚靠上帝，行出日常生活对埃及的倚靠。亲兄弟姊妹，今仔日伫咱的生活中，咱嘛会拄着行远路的状况。无确定你为着工作，也是你的学业的压力，感觉亚深。无一定你即马为着你厝里的人的健康，你祈祷久久，却无看到效果。无的确是伫你伫追求理想的过程中，你拄到挫折甲失败。这个西远的路的过程，可能互咱感觉到犹豫，甚至累积灰心丧志。但是，请咱一定爱记的，上帝带领，并袂互咱失去上好的机会。上帝带领，伊也袂因为要配合着咱的期待，来降低伊对咱的计划。因为上帝的意念远过咱的意念，上帝的道路也远过咱的道路。用一个生活的例，相信有开车的人应该拢有用过 GPS 导航。有当时咱掠做咱要去的所在，直线的距离是上帝上近的，但是有当时导航就偏偏要带你西远的路去。起初咱会感觉真不耐烦，但是事后才发现，原来咱所上伫的迄个距离的路上，有塞车，或者是单行道。同款，上帝也是安尼带领咱，用伊的智慧，互咱闪开看袂到的危险甲阻碍。亲兄弟姊妹，咱相信上帝会伫咱的生命旅程中带领咱、引带咱向前行。但是，搁较重要的，咱是毋是愿意主动回应上帝带领呢？咱是毋是愿意主动回应上帝带领呢？米开朗基罗伊伫梵蒂冈的西斯丁礼拜堂的天花板，伊画了一幅真有名的图，叫做《创造亚当》。艺术家解说，上帝的手指头代表着创造者，亚当的手指头代表着受造者。有人搁较安尼解说讲，这幅图描写着一个真感动人的时刻，就是上帝伸出伊充满快乐的手指头几乎碰触到亚当的手指头
亚当伊却用弯弯的手指头来回应。这好亲像亚当，伊还搁在丢毒，伊还未准备好要专心专意来回应创造者。这两个手指头的中间有一个细细的空间，这个空间毋是因为上帝手受底啊，无够瓦棍人。这个空间是上帝伊在等待亚当会当主动顺服、主动回应。上帝已经伸出伊的手，发出伊的邀请。兄弟姊妹，现在选择顺服回应的决定，是伫咱的手中。出埃及记13章17节到18节记载，上帝予以色列人西远的路进入旷野的原因，毋但是要闪避战争，搁较是要互因伫旷野中学会向专心专意来信靠上帝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来知旷野毋是处罚。旷野是属灵内在生命品格的训练场。伫人生的旷野中，咱可能会面对困难，或者是炎治，但是这个并无代表上帝伊忽略啊，也是上帝伊无作为。反正这是上帝对咱的疼甲保护的表现。当咱学会向放落家己的计划，来顺服上帝安排的事，就会当体会到伊带领中的智慧甲稳定。上帝西远路有伊的目的，第一，要互咱经历伊的同在甲供应，认捌到上帝伊是负责任的上帝。上帝毋但守护咱性命，伊搁较是咱伫每一个困境中来扶持咱、保守咱的上帝。第二，西远路的目的是要帮助咱彻底脱离过去的辖制甲捆绑。咱知以色列人只要过了红海，转去埃及的这条道路就完全过断，因就无法度搁行回头路，就亲像象棋内底过河卒子，只要过了河，只有向前，无回头，直直行永远的所在。这就是上帝问题，也就是讲，上帝过断了以色列百姓行回头路，也同款，互咱无搁转去过去的挫败、失败、挫折的中间，直直在过啊。上帝亲自带领咱一步一步来向前行，行伊的应允甲伊的丰盛。亲兄弟姊妹，旷野的西远路虽然艰难，充满挑战，但是这是一条互咱成长甲更新的道路。亲像摩西，伊伫旷野互上帝陪伴了40年。伫这段时间，上帝重新启造摩西的个性，互伊诚做下上帝使用的工人。同款，上帝也伫咱的生命的西远路中，重新启造咱，互咱搁较相信伊，互咱搁较长大成熟。亲像罗马书第5章第3节到第5节有讲，毋但安尼，就是伫患难中，咱犹原欢欢喜喜，因为在患难生出忍耐，忍耐生出老练，老练生出盼望，盼望袂抵到见效，因为所赐予咱的信心，将上帝疼灌压伫咱的心内。兄弟姊妹，无的确，你现在正伫你的生命旷野中在西远路，看袂到头前的方向，
但是请你爱相信，上帝带领绝对袂错误，伊每一步的计划，拢带着对你深深的疼。虽然头前好亲像在西远路，这却是上界妥当、上界安全、上界有意义的道路。互咱学习用信心来回应上帝带领，顺服伊的安排，而且伫旷野西远的路中，看见伊的恩典，经历伊的同在甲保护。煞接咱来看第二，上帝带领显明伊的同在。出埃及记13章19节到21节，这段圣经记载甲咱讲，上帝毋但安排因路线，伊搁较亲自甲伊的百姓同在。伊用云条、火条引带以色列人，互伊无论伫日时也是暝时，拢有清楚的方向通行。上帝互以色列人经历到，上帝是因的领导者，是因的带领者。圣经出埃及记13章21节记载当时的情形，讲日时上主行伫因的头前，用云条指示方向；夜间上帝行伫因的头前，用火条照光因。安尼，因日夜拢会当行路。兄弟姊妹，请注意，不管日时还是暝时，以色列人拢有路通行。日时的云条，亲像非常大的一个遮阳伞，保护因伫旷野无互日头晒过头。夜间的火条，提供了光明甲温暖，也赶走了旷野的野兽甲毒蛇。这是上帝用看会到的方法，显明伊真实的同在甲保护。另外，出埃及记19节13章19节特别讲到，摩西带着约瑟的骨骸同行。这节圣经显明了上帝的信息。伫400多年前，以色列人的祖先约瑟，伊捌伫临终之前对伊的兄弟讲：上帝一定照顾恁，带恁离开迄地，到伊所应允予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迄片土地去。约瑟阁叫以色列人起誓讲：恁要向我起誓，当上帝带恁前往迄片土地时，要将我的骨骸做伙带走。特别当摩西带着约瑟的骨骸离开埃及的时，这毋但是对过去祖先信心的回应，这更较是见证了上帝的信息。约瑟相信上帝一定会实现对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应允，所以吩咐子孙要将伊的骨骸带离开埃及。400多年后，这个应允实现啊！这互咱看见上帝同在，将来毋捌离开伊的百姓。上帝也无袂记得伊甲伊的百姓的约定。有一个故事讲，有一个讨鱼人，每日透早拢驶着伊的船到海上去掠鱼。有一天，海面上忽然起大雾、蒙雾，直到伊无法度清楚来判断伊的方向，所以伊的内心非常的着惊。伊烦恼家己，即摆可能无法度返到厝里。就伫伊惊遐烦恼的时，伊向上帝祈祷。祈祷煞了后，伊就看见远远有一个一点点微微的光。当伊详细一看，迄是一个灯塔。迄个灯塔的光虽然互大蒙雾压看，变做真美色，但是迄个微微的光却稳定引带伊来看见海华的方向。
即个讨鱼人无阁丢除，就自身紧紧啊上迄个微微的灯塔的光，最后伊平安返到厝里。伊非常感谢上帝对伊的保守。讨鱼人对伊的朋友讲，对伊厝里的人讲，迄个灯塔的光虽然真美丽，却是我当时唯一的愿望。如果毋是迄个微微的光引带我的方向，我真可能已经失迷伫海上。这互我深深明白，就算我行伫梦雾中，上帝总是会用某一种我会当领受的方法来甲我同行，而且带领我继续向前行。亲爱的姊妹，伫你的人生中，是毋是有感受到上帝同在甲带领？那即时你感觉你就伫你的人生的梦雾中，或者是旷野中，请会记得，上帝分条甲火条，就要亲像大梦雾中灯塔的光。只要你愿意自心仰望上帝，伫适当的时机，上帝会通过某一种你会当体会的方法，可能是某一个长辈、某一个牧者的劝勉，可能你看到一段鼓励你的圣经章，可能是伫你困境中，突然你发现一个机会，等等，才会要带互咱快乐甲平安，互咱信靠上帝会带领咱行出属灵的旷野，进入伊为咱备办应允的地。亲兄弟姊妹，今仔日虽然咱看袂到分条甲火条，但是咱要知，咱有信心的引带，甲圣经的话语的帮助，互咱悠远会当真实经验上帝的带领。就亲像梦雾中迄个远远微微的灯塔的光，上帝话无一定拢是轰轰烈烈、真大声伫咱的耳孔边仔来响起，来大声讲。但是总是会当伫咱需要的时，伫咱的关键时刻，为咱来引带正确的方向。上帝同在，毋是象征性的。上帝同在是真真实实通经验的、通体会的。伫第3点中，咱要进一步来思考上帝同在具体保护甲带领。出埃及记13章22节有记载，日时有分条，夜间有火条，一直行伫因的头前。以色列人伫旷野的旅程中，分条甲火条拢无离开因，这毋是一时的心热，这是上帝持续的陪伴甲保护。就算咱今仔日行伫人生的旷野，心中充满着无确定，上帝同在永远是真真实实，伊袂离开咱，伊袂放弃咱，伊会陪伴保护咱一步一步向前来行。有一个故事讲到，伫第离开世界大战的时，有一位阿兵哥甲伊的同伴行煞去，了后伊就听见对敌在对约因的声，伊就紧紧想要找一个通秘的所在。伊发现头前有几下个墓坑在头前，伊就秘伫其中的一个。伊知影对敌真紧就会找到遮，伊的处境是非常的危险。伫孤单在等待中，伊开始向上帝祈祷。伊讲：上帝啊，求你即时保护我。无论你的旨意是安怎，我拢听你，拢信靠你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祈祷煞了后，伊的脑海就收到一诗篇23篇讲：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峡谷，也毋惊灾害，因为你甲我伫地。你的锤，你的拐，
安慰我。这句话就真做伊的气力，互伊伫困境中会当保持冷静，听候上帝。不然，伊就看见一个蜘蛛，细细身躯开始伫伊的膀胱口来来去去在震动。这个阿兵哥心内想：上帝啊，你在讲耍笑哟？这个时阵，我上需要的是啥物？当然是铜墙铁壁啊！总是你却送来一面蜘蛛网啊！上帝，你真正是幽默啊！对得到啊！阿兵哥伊伫膀胱内，看到因一个一个膀胱在敲切，总是当对着行到伊的膀胱前，这个阿兵哥伊嘛准备好啊，要拼死来抵抗。奇妙的代志发生啊！遐对伫只是伊的膀胱看一个，月头就走去啊！就是这个时阵，膀胱内阿兵哥看到这个情景，伊马上明白，原来因为膀胱口的蜘蛛网，互对伫相信，这个膀胱内面应该是无人啦。这个时阵，阿兵哥马上祈祷讲：上帝啊，求你赦免我的无知啊！你是听人祈祷的主，你知影这个时阵的蜘蛛网比铜墙铁壁搁较有路用啊！这位阿兵哥伊奇妙的经历，互伊搁较确信，上帝同在是持续无停止的保护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请注意，上帝保护无一定大概拢亲像铜墙铁壁，有当时甚至可能只是一面小小的蜘蛛网，因为上帝伊知影，倒一个方式是上适合、上有效的。亲爱兄弟姊妹，现在你是毋是感觉孤单、无人帮衬？就亲像迄位阿兵哥闭伫膀胱内共款，请会记诶，上帝同在，毋那只是心灵的安慰，上帝同在，搁较是咱行动的气力，甲信心的基础。就算环境艰难，前途默默无明，只要倚靠伊，咱就袂摇掣，因为上帝同在是咱持续无停止的保护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咱做伙思考了上帝安怎带领伊的子民，但是搁较重要的是，咱是毋是愿意顺服、信靠，而且回应上帝带领呢？有的确，你行伫生命旷野西远路的路中，无的确，你徛伫十字路口中，毋知要安怎决定。请会记诶，咱所信仰的上帝，毋是一位坐关山看马小踢、冷眼旁观的主。咱所信的上帝，伊是亲自行伫咱的头前，用分条火条带领咱的上帝。牧师要建议咱会当对三个实际行动来回应上帝对咱的带领。第一，每日灵修甲祈祷，互咱会当甲上帝保持结连。上帝话是咱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只有伫伊的内面，咱才会当清楚方向。第二，参与教会小组团契，伫生活、伫信仰的群体中，互咱信耶稣，毋是咱家己一个孤单一人，行伫信仰的路程中，咱是积极参与伫教会小组团契中，有属灵的同伴，彼此扶持，
共同经历上帝疼甲稳定。第三，操练信靠甲顺服，伫生活行动中经历上帝稳定，将咱的困难甲选择带到上帝面前，互咱学习，毋是照着家己的聪明来处理、来安排，咱是学习一步一步顺服甲交托，行伫主的安排中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要问家己，伫上帝主动的带领下面，我是毋是愿意选择顺服来回应？伫上帝主动的带领下面，我是毋是愿意选择顺服来回应？互咱搁看即张米开朗基罗的图，创造亚当内面。上帝已经伸出伊的手指头啊，亚当却是压起伊弯翘的手指头啊。两人的中间留有空间，上帝无勉强亚当，上帝是在等待亚当主动回应伊的邀请。今仔日，上帝也相款。你我，伸出伊的手，带领咱行一条无的确看做是西远的路，却是上安全、上有稳定的道路。就亲像生命中的导航系统，上帝早就已经为咱设定好上好的路径。但是，咱是毋是愿意选择顺服上帝的带领？选择爱甲无爱，这个选择权就伫咱的手中。兄弟姊妹，上帝带领我顺服，神带领我顺服。今仔日，你愿意主伸出你的手，勇敢回应主讲：主啊！我无搁照着家己的意思来行，我愿意顺服你对我的带领甲安排嘛。这是咱做伙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你是我生命的导航带领者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就算头前的道路弯曲，就算我的前途无确定，我犹原要选择顺服跟对你的带领。求你牵我的手，带领我行你为我所备办丰盛的应允地，真实来经验你的稳定。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愿上帝帮助咱，拢会当勇敢行这条有上帝同行的信心的路，真真实实经验活出上帝带领我顺服，神带领我顺服的生命路程。愿主祝福咱。